为什么你说英雄一开始都不想出发？如果最后一定会成长，前面的害怕有什么用吗？一定要被召唤又拒绝，还要遇见导师跨过门槛。英雄旅程是在写冒险，还是在说人怎么面对改变？就算看破发现故事一直重复同一条路径，人原本待在熟悉的世界，直到改变突然敲门。恐惧让人先拒绝前进，导师出现不是给答案，而是给你跨出门槛的勇气。一旦进入未知失恋，梦游与敌人出现，每一次选择都在测试你的价值。你毕竟内心最深的恐惧，经历象征性的崩溃与死亡，换来新的理解与施加。接着你必须决定要不要带着改变回来，最终考验检验你是否真的成长。而你带回的不是战利品，而是一种能改变世界的价值。想象一个人一直用逃避保护自己，生活稳定却不快乐，改变出现他一再拒绝，直到被迫离开原地，在未知里他碰撞失败，以为自己不够强，直到一次彻底崩溃，他才承认自己的恐惧。当他带着这份理解回来，不再逃避关系与责任，他不是变成英雄，而是成为更诚实的人。英雄不是天生勇敢，而是愿意面对害怕。旅程不是为了离开，而是为了回来，带着新的价值，重新生活。原来成长不是变强，而是学会